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癒1分鐘，我係宇峰，好耐冇做影片同大家分享啦。今集嘅題目就係想講三種唔同類別嘅禪修方法，背後帶住乜嘢唔同嘅利益，而當中佢哋又有乜嘢共同嘅精髓呢？第一個分享就係持咒啦，咁我自己會持呢個六字大明咒、準提神咒、蓮師嘅心咒、八度母嘅心咒等等。咁透過呢一個重複嘅心咒練習，可以讓我哋散亂嘅心逐漸安住，即係可以 rest on 呢一個心咒嘅 practice，達到一心不亂嘅專注嘅境界。呢一個就係持咒最基本嘅一個利益。第二就係有助緣嘅禪修，咁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借住外在嘅一啲對境，例如呼吸、聲音或者視覺上嘅焦點，作為修持嘅一個依靠，或者就好似當佢哋係我哋嘅好朋友，去幫助我哋去禪修，就可以將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細節都轉化為一個覺醒嘅契機，讓障礙成為修行嘅部分。就好似明就仁波切成日分享會話，將呢一個 obstacle transform to 一個 opportunity，就係將一啲障礙轉化為一啲嘅機會，讓我哋去禪修。咁例如我自己，即係可能好多人等車或者喺交通嘅路上會覺得哎呀好耐啊，或者係哎呀好煩啊個心咁樣。咁我自己等車或者係上咗巴士、小巴嘅時候，我就會練習呢一個慈心禪。例如可以先祝福個司機啦，因為個司機好緊要，因為要揸車，要確保大家嘅安全。然後就會祝福身邊嘅乘客啦，同時間我都會多謝㗎小巴，去讓我每一日都可以安全地去到我工作嘅地方。所以有助緣嘅禪修，讓我哋可以隨時隨地，讓任何嘢都可以變做一個禪修嘅助緣，就可以 anytime anywhere with anything to practice 呢個 meditation。咁第三就係無助緣嘅禪修啦，又或者我哋叫空性嘅禪修，我哋唔依賴任何外在嘅對境，直接 rest on 安住我哋原本嘅自心，我哋嘅本初心，呢個係最直接嘅 pathway，讓我哋如實睇到我哋嘅心係清淨嘅，係不生不滅，係無法被污染嘅，我哋嘅內在本質嘅一個真實面目。我哋分享咗三種唔同類別嘅禪修方法，背後都有住唔同嘅利益，但係佢哋都有住一個同樣嘅精髓，就係 awareness 啦，就係覺知。無論用邊一種嘅方法嘅本質，都係指向一個目標，就係覺知我哋嘅 awareness，去 connect 我哋個 awareness。咁最後想分享嘅就係方法就好似一隻船咁樣，佢帶到你去對岸，就係我哋嘅覺知。當你上咗岸嘅時候，你就會好自自然然去放低呢一隻船，放低呢啲方法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癒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望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